春分係24氣節之一，春分到啦，代表春天早已經嚟臨。近日天氣時冷時熱，濕度偏高，未來一星期高達95%。春季人容易眼瞓疲倦，註冊中醫師就建議呢種天氣要食用養肝食品，飲用去濕湯水或者茶飲。除咗食綠色食品之外，究竟仲有乜嘢選擇呢？春分一般喺每年嘅3月20至22日，為春季90日嘅中分點。今年嘅春分係3月20日，之後嘅濕度將會提高。有云：春分者，陰陽相伴也，故晝夜均而寒暑平。即係呢一日，全球絕大部分地區晝夜長度相等。春分之後，南北半球各地開始晝長於夜，而南半球則係夜長於晝。春天濕重而養肝。春分後飲食宜忌同之前有乜嘢分別呢？古人形容春分有3候，即一候玄鳥至，二候雷乃發聲，三候始電。意思係春分之後，燕子就會喺南方飛嚟，而雨水開始增多。落雨嘅時候，天空會行雷閃電。而註冊中醫師邱永林早前就喺訪問中提及立春嘅飲食嘅宜忌，提到春天所應對嘅臟腑為肝，但係除咗單純護肝之外，由於濕氣比立春時重，亦同時要兼顧去濕同埋健脾。春分同立春一樣，都要升發陽氣，疏泄肝臟。但由於春分後天氣變得更加潮濕，亦開始轉熱，因此亦應着重健脾去濕，同時飲食宜以清淡為主。邱永林醫師曾經提到，春天可多食綠色嘅食品養肝，例如西蘭花、韭菜同埋蘆筍等。如果想認識更多綠色蔬菜，可以參考下列文章。韭菜生則辛而敗血，熟則甘而補中，乃肝之菜也。菠菜養血止血潤燥，促進胰腺分泌，幫助消化。蔥殺菌提升陽氣，增進食慾，助維持呼吸道健康。西芹清熱平肝，去風利濕，降血壓，安神。西蘭花清熱潤肺，增肝臟解毒功能。青椒性味辛溫，幫助消化，促進腸蠕動。海帶味鹹性寒，去濕止癢，通便排毒，預防高血壓、血脂、脂肪肝。茼蒿行肝氣，利小便。黃芽白生津止渴，消食下氣，通腸胃。齊菜味甘淡，性微寒，涼血止血，清肝明目，清熱利尿。合掌瓜性甘微溫，疏肝止鬱，理氣和中，健脾開胃。青蘋果味甘酸而平，微鹹，生津止渴，益脾止瀉，和胃潤肺，健脾益胃，養心益氣。
中醫推薦春分適宜食品，除咗綠色食品之外，亦都有其他食材可以喺春分前後食用，具健脾、祛濕、護肝等作用。請按下圖睇中醫師推薦嘅12種春分適宜食品。